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20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真侪人对着拍电动，恐惊佮停留伫咧拍电动的囡仔会变歹。不过，其实电子游戏即马已经变做一种电竞的产业，甚至列入亚运的正式比赛项目。对此，议员林美燕积极推动之下，结合双管合，将要举办着第一届的电竞比赛。伊邀请到所有大专以后的社团，拢会当踊跃来报名，借此要来培训相关的专业人才。远东科技大学拄仔是台南第一个正式有电子专门的科系，嘛已经有一电子游戏的选手加名利之称。响应地议员林美燕的积极推动，甲电脑工程人员工会以及市府经济发展局合作，共同要来举办单市第一届电子游戏比赛。借此培养有潜力的人才，甚至要让台南成为电子产业的基地。那我们希望说4、5这边，包括我们相关单元，能够大家共同来，就是营造一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产业啊，现代化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一次在我的总执行过程中，我们要求市政府面对电技产业这个部分哈，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就是加强。全世界哈，全世界现在最夯的就是电器产业。那因为呢，台南区科工区现在所接到的就是产值嘛，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订单啦，都是这方面的订单。尤其这个每一年1000亿的美金这是很主席国际上的最高的就是一个就是产值啦。正如刚才那个林议员所讲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远东科大希望在台南市这边，我们是做了第一个学校，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式的科系来做，也组成了我们的所谓的远大英的这个团队。那也希望未来能够代表台南市能够征战全国，包含全世界这样子市府这次也来跟议会，还有包含我们的一个那个远东科大，还有电脑工程人员职业工会，还有台南市妇女协会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也让喜欢参与这样的一个电竞的一个年轻朋友们，可以大家同聚一堂，大家共同来努力了会中主办单位邀请高中甲大专以后的社团，对7月1号开始踊跃报名，7月17到20就将伫远东科技大学盛大比赛，第一名也有15000块的奖励。电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长久以来一直关心着本土语言的市员李文静甲古木合作，上午邀集着侪本土语言的教师联合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呼吁市府教育局应该开出本土语言教师的名额，另外一方面也要负起着培训专业师资的责任，避免咱本土语言被遗忘。台湾虽然伫90项年度就将本土的语言列入正式的课程。不过，经过10多天的实施，发觉也是有明显的不足。对此，议员李文静甲古木合作，上午就邀集侪位的本土语言教师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呼吁市府教育局重视本土语言的复定工作，另外嘛爱开放本土语言教师的课，以培养专业教师为本土语言来努力。我想这边呢要呼吁，就是说，一方面，其他的县市有在做，我们台南市应该也要积极的去争取，去开设这样的一个本土研区然后同时间第二件事情说，我们有呼吁要开正式缺，不仅是台南，还有其他还没有开缺的县市也在这边一并呼吁，也希望说这是全国共同的一个改革让每一个县市呢，我们都能够去重视本土语言，在正式的职缺里面开出闽南语的缺、原住民的缺跟客家语的缺。这样缺一旦开出来之后，我相信我们国家在未来这个师资培育的这个路上，就会遵循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能够进行更细致的师资培育。阮也工程人就咧做啦，结果咱台南市无半个正式的母语的老师，这实在是对遮着咱看出讲，根本台南市
你讲对母语啊偌重视，数字的讲话啊，这就无人要信啦，所以咱拜托台南市政府赶紧，若无的时阵阮绝对会联合客家，联合这个原住民大家做伙共同来向这个教育局表示上严重的这个抗议。现场本土语言教师有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拢有。尤其立法院伫今年初审通过国家语言法典法的草案，预计等到12年国教，民国108年新课纲实施3年以后，就当正式上路。因此，强烈要求教育局要赶紧准备，希望伫明年正式教师的精选名额当中，会用争取本土语言的教师名额。抢救母语，抢救母语，平人真是高师。平人真是高师，台南六甲，台南六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咧民进党已经有16党的资深党工陈世辉，因为伫咧顶一任市党部主委跟孙者落任进前，无缘无故被临时通知无头路，互伊想袂开，拒绝来领取到资遣费。你是选得到劳工局告发民进党市党部违反劳基法，而且佫是集体来解雇劳工，伊要讨一个公道。民进党市党部前秘书陈世辉上午去普普前往劳工局递交声明，由劳工局主笔代表受理。会中伊就是要激发民进党市党部前后任主委人手，将包括伊在内8名劳工拢无签无册，无依照劳基法得甲因死头路，而且佫是集体明显违法停诉。当然，这要复职无复职啦是爱看因的态度。不过今仔的动作，我是干那。要求要证明一项讲，不管你是啥物政党，执政党更加袂使违反着台湾的劳动法令，结果你台南市党部率先违法，你若甲我承认讲你违法，甲我回一个实例，安尼后壁大家就有空间能协调。对此，劳工局除了表示会搁再深入了解声明的事实，被指控的民进党市党部则由新任执行长蔡立青以党部一切依法办理，嘛尊重各人的意见来回应，并无进一步的声明。台南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成功大学甲永丰银行以着产学合作的方式，甲人工智慧技术发展的研发，要来进行着金融界的科技改革。经过了一档的合作，上午因将所有丰富的成果全部拢展示出来。永丰银行甲成功大学合作，积极应对着金融服务改革，希望用更加科技化、更加有效率的方式来进行着银行相关的服务。这一档来，双方就侪方面进行研发甲讨论，也得到较侪智慧发展的可能性甲成果。那在这一次跟这个永丰共同的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起可以来探索，到底科技改变了金融，还是金融会改变我们将来对于科技所有使用、适应的种种的行为，到最后其实是物件。我想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当然也透过所有永丰好朋友的投入，在每一个时间点去检视这些所谓物件，有形无形的物件，对一个研发的场域来说，有形的物件是看见成品。各位抬头来看的话，这是许多在不同的教学融合过程当中的产品。但是产品后面有很多的意象跟产业上的意义，我不多提。可是也有一个无形的产品，这个无形的产品可能是我们要应用的方法，我们要改变的思维，我们要重新启动的一个操作的模式。那这个大学希望在所有的研发的过程里面，都要确认我们的物件是可以被实践。其实世界已经在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银行业的从业人员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很高兴就透过这个专案，其实让我们开始动起来了。那而且有些成果，我也觉得开始凸显出来，说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些科技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然后来给我们的客户更好的优质的体验。
利用即马行伫咧时代进前的人工智慧技术去整合到较侪资源，相信永丰银行甲成功大学的合作，会当创造出一套未来新的金融模式，对民众来讲也将会更加利便。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促进文创产业人才媒合甲产品的开发，市府文化局今年持续办理着台南市10大创意产品精选活动，今年的奖金提悬到50万，也欢迎着咱市或者是国内的文创好手设计着文创的产品来行销台南的特色。市府文化局对2001年开始办理台南市10大创意商品的精选活动。到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7年来总共设计出116件创意商品。市府为了鼓励更多创意者参加精选，今年更加改变奖励制度，由原先的5万、3万、甲2万的奖金，提高到精选10件，每一件各5万的奖金。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优秀的业者发挥创意，为台南的文化创意发声。我想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就是其实做文创的这个开发产品的开发呢，并不是太困难的一个事情。你都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做很多的想法去创作。那但是什么样的文创商品才是代表台南，才是对于台南这个土地呢是有代表性、有意义的？那它可以只要来到台南这个地方的人，看到了这个东西，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或者是在台北看到了那样的东西，他就会想到台南这个地方。我想这是我们办这个竞赛最重要的目的跟想法。得奖的作品不但有奖金，而且更用在网站甲购物点通路贩卖，将家己的创意甲优质的台南文创商品行销到世界各地。精选的活动报名对今日开始一直到8月10号，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样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要让所有民众关心新住民甲原住民的文化内涵，拥有济越人姊妹仔的国际利利沙维亚休闲发展协会，联合济社团，伫咧7月1号下午，将伫咧安平的扎哈姆公园举办文化交流，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以越南等新住民为主的国际利利维沙亚休闲发展协会，济会员申请因国家传统合作、甲新住民关怀协会、原民运动发展协会等团体做伙宣传，因要伫7月1号联合办活动，除了难得互新住民甲原住民互相交流，重点嘛希望互双方后一代无分族群，共同伫台南这片土地成长愿望。在台湾，我觉得每个族群就是有它的特色。那我们有东南亚姐妹、新住民姐妹，那也有我们的原住民。我们希望我们的可以把各个的各种文化可以一起来交流、联合交流，然后把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传承给我们第2代。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啦，因为怎么讲，第一次嘛。我们所谓的新住民跟我们原住民一个联合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希望说，当活动当天，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些传统文化，像舞蹈啦，或是传统弓箭，都能够呈现给我们新住民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够体验一下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现在全台湾已经将近50-60万的新住民，台南市有3万人了。那我们这次结合新住民跟原住民，那我们也有新住民的姐妹表演印尼舞。还有越南舞，还有中国舞蹈哈，那希望就是针对一个尊重多元、欣赏差异这是我们希望最好的一个结果。为了扩大宣传，协会首席顾问吴志祥马校长专业小厅，甲承办单位救国团安平区同会以及建平里办公处等单位做伙协办赞助，完全无向政府单位申请经费。嘛要请大家7月1号下晡3点开始。来到安平扎哈姆公园吃美食、看表演，开创幸福新生活。幸福新生活，大家一起来！幸福新生活。台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肠病毒的种类有真多，其中 D68这款肠病毒真容易会造成急性的肢体麻痹，严重的话甚至会让小朋友的双脚、双手拢无力。也因此，医师提醒家长一定要多加注意。热天要到啊，又搁是肠病毒定定会来发生的时节，成大病院小儿科专门医师就提出了几个重点，希望家长要多加注意。很多小朋友其实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感染，就是一个简单症状而已，像说发烧、咳嗽，或者是说有一些就喉咙、嘴巴破，可是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肠病毒啦，就一些特别的一个型号的肠病毒，有可能会导致重症。重症的话，像说，肠病毒 D68型，这个特别的一个病毒型的话，它会有可能特别去侵犯到一些脑脊髓的部分，中枢神经，导致病人得到肠病毒以后呈现肢体麻痹无力的情形，另外的话，其他的一个肠病毒重症的一个个案的话，像说71型，也是有可能会侵犯到中枢神经，造成脑炎或脑膜炎，所以说，如果病人在小朋友家长发现你的小朋友真的有得到肠病毒，得到肠病毒就是要特别要注意有没有一些重症的前兆啦，重症前兆的话就是包含说小朋友得了肠病毒有没有说一直嗜睡啊，或者是说精神活力变很差，甚至就是有一些肢体麻痹无力的情形，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形的话，请尽速就医，由医生来做一个诊断，看看小朋友有没有是呈现一个严重的一个肠病毒重症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初期的症状甲一般的感冒拢总同款，看不出来敢是肠病毒。所以，医师也提醒家长一定要注意小朋友发病症状的一寡小细节，才会当量早来发现，量早来治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到客家的流行歌曲，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也共齐来学客家语。路来悲伤梦飞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刚刚听到今天摄影棚这首音乐好好听哦。系哟，今本夜好好自家，天时好应该，你要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下家嘅流行歌曲哦。客家流行歌曲，我印象中比较熟悉的客语流行歌曲，像是《C 妹俺江》啊、《客家本色》这些歌曲。咦，看来你嘅小琴主播啊，对你客家文化真更专业哦，懂内行咯。那今天小邓老师要为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哪一首客家流行歌曲呢？
好也不一样啊！先感谢我哋台南市政府民措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哋台南地区松子城有线电视台来直播好客自家天使后院嘅单元节目，本爱老小青亮啥，当礼拜三有机会找到了老大家介绍客家嘅多元文化哦。对哦，小邓老师介绍过的歌曲，无论是传统的老山歌、小调歌曲，都好好听哦。私底下和老师聊天呢，才知道几乎都是老师自己唱的哦。什么哦？按样讲啊，我就会当快些哦。当然啊，也是因为了版权啊、老制作费嘅关系啦。根本要为了老大家来介绍，人哋客家流行嘅歌曲，一路以来啊，人哋客家音樂嘅係非常嘅豐富嘅哦。在介紹呢下首歌曲之前呢，我為老大家嚟先嚟介紹呢位客家嘅作詞作曲家林子元先生。客家作詞作曲家林子淵先生。錯，客家嘅作詞作曲家林子元先生，家下人哋小青有講到。客家嘅歌曲啊，細妹安將，就係人哋林子淵先生佢所來作詞作曲哦。細妹安將，細妹安將，很強哦。講定啊，隨口就唱出來哦。錯，林子淵先生啊，佢係有林苗啲頭份嘅客家人哦。佢讀書嘅時節啦，就對呢個藝術方面當有興趣哦。佢對呢個音樂啦。美術、文學方面表現也當傑出，尤其啊對音樂方面更加係有興趣。18歲嘅時間呢，林子元先生就自家投稿到唱片公司去，冇想到啊，這個才華呢就本唱片公司來上市，從此就踏上歌曲創作之路。哇，听老師這麼分析解說呢，客家人才真的好多，好有才華。尤其今天介紹這位林子淵先生。林子元先生啊，佢工專畢業做畢了後呢，佢就正式投入作詞作曲嘅工作。怎回事呢？佢係大部分都會寫了個國語嘅歌曲，佢也有寫少量嘅好老歌曲。林子元先生呢，佢自家係客家人，身為客家嘅一份子啊，也有母語漸流失嘅危機感，就會從了1989年時間佢嚟完成第一張客家專輯《細妹嘅安將》。哦，原來啊，那時大家先會哼閩南語版的，後來反而是客語版的比較紅誒。林子元先生啊，從1989年開始大量來寫當道嘅客家歌曲哦。怎回事啊？佢大部分就會寫親情嘅啦、勵志嘅啦。根本嘅我來介紹嘅呢一首客家嘅流行歌曲呢，就係勵志嘅歌曲《後生愛打拼》。你下來念歌詞哦。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後生有事唔打拼，老來悲傷枉費錢。時間嘅一分一秒冇等人，出場嘅遊戲無非長流水。啊，光陰時間難得對，青春切莫來浪費。時間嘅一分一秒冇等人，出場嘅遊戲無非長流水。啊，工人之間難得對，青春切莫來浪費。在新聞的最後，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天氣多雲，短暫陣雨，或者是雷雨，溫度26度至29度，落雨幾率是6成。海面平均風力6級到5級到6級，上大陣風9級。感謝你來收看到6月20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王祖和，咱再會。